我公園地都好係 life 嗰時少多人行。之後咧，我今日就得到啲嘢，唔係係尋日嘅事情。我尋日得到呢個黃金 wrap 嘅冰凍光束，咁我收藏，呢個都收藏咗。OK，梗係今日用黃金鋁包收喺呢度帶住個實驗者。有冇人要嚟？實驗者冇人嚟嘅我就批佢。有人嚟，希望去玩刀嘅我個嘢。去玩刀，真係玩刀。啊，卡住！哇，跑槍！哇，點我突然間拎彈弓？有刀有彈弓 ，OK。哇 ！What the？ 嘻嘻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的招式好用啊！準備，喺度。去咗邊？1、2、3、4嘅裝嘅方式好用。好似use it less for others 啊。重來！咁你都打唔贏？都係電腦嚟㗎，我都冇開Auto Shield。同埋，雞蛋。同埋，入得幾多？
睇我背脊。OK。哇！OK，換第二把武器打飛佢。準備講拜拜，哈哈。要揾第二個實驗者啦，睇先，黑到冇人敢嚟。但我呢個燈好似低畫質。冇人過嚟，10、9、8，有人過嚟啊！自願生死啊！點啫過嚟啊！快啲啦，嚟嘅就快啲啊！接咗，喂冇人嚟嘅，睇配啦，睇配過2打2。One Key 啊 ，Arena 啊，手機玩家，繼續用翻上次嗰招，1、2、3、4、4，喂，哎呀，聽到聲啊，卡住。你都有嘅，即係玩笑，我帶你。所以我要換把武器到先。哇！真係得，梗係啦。我都有啊。直接走佬。哇！你覺得我仲喺嗰度咩？仲有你覺得你炸我，你炸得到咩？喂！我玩心理戰。真啊！
冇錯，好彩殺咗佢先，即係。你講。看起來你1分啊！我是你爸爸。我超呀！我要封领你了，老兄，你1分也拿不到了。下到要僵在原地。拜拜，嘲諷一下，哈哈哈。又杀到手了。3喎，OK。睇先，冰凍冰咗幾好玩。哦，有牌咩？都幾多年。呢個名有啲怪不過。今日嘅影片就差唔多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記得同我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